初三花莲的大地震了后，今仔日是花莲的学校恢复上课的头一天。受到算断真严重的花莲女中，学生囡仔今仔日早起嘛返去学校上课。校长讲，已经有搭红单的综合大楼会先甲内底的教学设备甲伊搬出来，才会开始听。那花莲女中现场上新的情形，咱连线互台记台记者李尚如、曾俊佑，甲咱讲即马上新的情形。新主播观众，今仔日是大地震了后的第6天，记者人就伫咧花莲女中的头前，咱会当看到8日透早有侪学生陆陆续续来学校上课。今仔日嘛是伫咧大地震了后恢复上课的第1天，其中上损上严重的就是学校的综合大楼，4层楼的建物条啊更尽量看现现，已经互县府搭红单，确定爱拆除重建。校长表示，整体的损失大概2亿，后续会由政府支出，过来会拜托施工单位到3天，把内底的教学设备等等的物件拢搬出来，才会开始听。里面还要等余震稍微过后之后，我们还要陆续把2、3、4楼的一些设施设备把它清出来，电脑设备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清出来之后，才会进行拆除。而且在拆除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些公部门的程序要跑。校长表示，这栋大楼因为是921大地震进前就起的，后续可能因为大细地震嘛，互伊变较脆弱，才会伫这届的花莲大地震记载白条受损严重。后续伫咧拆除期间，因为会有大型机具来到校园，时间嘛较差，为着学生的安全甲上课的品质。到时全校会改用线顶视讯的方式进行，一直维持到规个时间结束。以上是记者伫花莲女中上新的报道，刷来甲镜头交互主播。